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美英。今天我们要来共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到128节。延续之前的段落89到128节，这个段落的经文中仍然以不同的词义来表达上主的律法，包括你的法律、你的命令、你的话、你的教诲、你的训诫、你的教导、你的诫命等。首先，我分享很生活的小例子。有时候我们在导航的时候，如果信号不好，地图就会卡住，你就会开始紧张，我现在到底该往哪里走呢？其实人生也很像这样，当方向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焦虑不安。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事，神的话就是我们人生最稳定的导航。这段经文主要在强调神的话语永恒不变，带来生命与力量，在困苦中仍然持守神的律法，对神话语的爱与坚持胜过世界的价值。整段经文共40节，分成5大段，每一段有8节。第一段89到96节，神的话语永远树立。第89节，上主啊，你的话永远存留，树立在天。你的信实万世长存，你建立大地，使它长久屹立。万有照你的安排至今存在，因为万物是你的仆役。如果我不以你的法律为喜乐，我早就在痛苦中死亡了。我永不离弃你的戒律，因为你用它们来使我存活。我属于你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遵行你的命令。邪恶的人等着要杀害我，但我仍然思想你的法律。我看万事都有限，但你的诫命广阔无边。这经文一开始说，上主啊，你的话语永远存留，树立在天。当环境不稳定时，我们可以抓住神的话语作为根基，不要只依靠自己的感觉，而是要依靠神不变的应许。第二段97到104节，在患难中靠神话语得生命。第97节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。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有智慧，
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，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多么甜美，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接着诗人说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我们每天思想神的话，会让我们做出更正确的选择。属灵的成熟是来自于持续与神话语的连结。接下来第3段105到112节，神的话是脚前的灯。第105节，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我要持守原属的诺言，遵循你公义的教导。上主啊，我受的痛苦非常沉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赐我新生命。上主啊，接纳我感谢的祷告，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。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，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法律。邪恶的人设网罗要陷害我，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。你的诫命是我永远的产业，是我心中的喜乐。我竭力遵守你的法律，直到我的生命终结。然后有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这是许多人熟悉，在祷告中也常引用的经文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不只是给未来，而是照亮我们当下的每一步。即使在苦难与危险中，仍然选择遵守神的话。第4段113到120节，爱神的律法，恨恶虚假。第113节，我恨恶不忠于你的人，但我喜爱你的法律。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的盾牌，我的希望在乎你的应许。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吧，我要遵守我上帝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支持我，使我存活。求你不要使我的希望成为泡影。你扶持我，我就安全。我要时常遵守你的命令。你厌弃违背你法律的人，他们所涂抹的都是空虚。你把所有邪恶的人当作垃圾，因此我喜爱你的教诲。我因畏惧你而全身战栗，我因怕你的审判满怀恐惧。这里诗人也提到一个很真实的挣扎，我恨恶不忠于你的人，但我喜爱你的法律。不要让心同时被世界与神拉扯，要建立对神的敬畏，这样会带来稳定的生命。第5段121节到128节，在黑暗世代中持守真理。第121节，我秉行公义，求你不要让我落在仇敌手中，求你答应帮助你的仆人，求你别让狂傲的人欺负我。因盼望你的救恩，等待你的应许，我的眼睛都昏花了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我，求你教导我你的命令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明智，好明白你的教训。上主啊，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，因为人都违背你的法律。我爱慕你的命令胜过黄金，远胜过精炼的金子。因此我遵守你一切的教导，我厌恶一切虚伪的行为。最后诗人说，我爱慕你的命令胜过黄金，远胜过精炼的金子。价值观要建立在神的话，而不是世界。真正的富足是拥有神的真理。以上整段经文有3个属灵的提醒：1. 爱慕神的话； 2. 依靠神的话； 3. 持守神的话。最后我们来分享经文的总结。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动不确定，但神的话语永远不变。
当我们愿意爱慕、思想并遵行神的话，就能在黑暗中有光，在困难中有力量，在混乱中有方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在混乱和不确定中成为我们的亮光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听见你的话，更愿意每天去读、去思想也去实行。那的话语成为我们做决定的标准，也成为我们心里真正的平安与力量。谢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